Hello，大家好，我係華強巴俊。呢條視頻係放完春節翻嚟第一條視頻。喺呢度首先祝大家新年身體健康，萬事勝意。咁首先同大家介紹嘅咧就係呢一款最新款嘅一個充電線，呢一個係一個倍摩嘅牌子。呢一條充電線咧係一個有牌子嘅，而且咧可以睇到係編織線。呢啲線咧就係比較襟用啲，比較實用啲嘅。各種各樣嘅手機接口都通用嘅。譬如話呢啲 C to Lightning 啦、USB to Type C 啦、Type C to Type C 都有嘅。佢嘅長度咧就係1.2米，跟住咧佢全部都係快叉線嚟嘅喎。咁除咗呢啲又有牌子啦、又襟用啦、又快叉啦，咁佢仲有咩特點咧？其實佢仲有兩個非常之大嘅特點嚟嘅。第一個特點咧，佢就係會智能斷電，即係當你手機咁樣插滿電之後咧，佢就會自動斷電。唔會再往你手機入邊插電嘅，即係相對嚟講非常之保護你嘅手機設備啦，或者其他需要插電嘅設備嚟嘅。係咁，除咗呢個功能之外咧，佢呢條線上面咧仲有一個 display， 可以顯示到你實時嘅一個充電嘅速度嚟嘅。好似而家蘋果手機佢顯示嘅就係15W，因為蘋果手機正常嘅話都係20W充電嘅。咁因為我係用咗一個充電寶。跟住佢顯示嘅就係而家係用緊15W呢個充電速度往入邊充電嘅，係呢啲非常之智能，即係你充電速度快唔快，你實時就即刻就可以睇到嘅。係咁呢條充電線咧係總共有呢三種啦，所有手機接口都實啱用嘅。而且呢個有顯示呢個充電速度咧，仲有一個咩好處咧？因為佢係根據唔同嘅充電頭啦，跟住連接唔同嘅充電設備去顯示呢個係真實嘅，即係而家實時嘅一個充電速度嚟嘅。咁譬如話你而家攞咗屋企有個比較舊啲嘅電子設備，咁冇咗充電線，咁你攞咗呢條充電線俾佢插電，你即刻就可以睇到，咁佢插嘅速度快唔快？因為我哋以前嗰啲設備咧，基本上都係唔支持快充嚟嘅。咁用呢一條咧，你就非常之安全，你唔驚話你用咗一個快充頭，跟住導致呢個舊嘅電子產品充壞咗，因為你可以睇到佢實時嘅充電速度。如果佢充得太快，個瓦數特別高，咁我哋就唔好用呢個充電頭。咁呢個都係我哋日常喺身邊經常會遇到嘅呢啲充電嘅情況。咁呢一隻咧，佢都係比較放心，即係你呢啲全部都可以睇到嘅，即係呢度都有寫啦，睇得見嘅會更加安全、更加放心。咁呢一條咁又襟用又安全嘅充電線係賣幾錢咧？我哋就係賣30蚊。咁而家新年特惠，我哋再做一個買一送一嘅特價優惠，即係買一條充電線，有再送多一條，任你揀，即係你要揀同樣嘅，或者揀另外一個充電接口嘅都得。30蚊係買一送一嘅價格喎。咁跟住落嚟介紹嘅第二樣產品咧，就係呢隻用嚟看門口嘅門鐘啦。呢係真正意義上面用嚟看門口㗎。呢隻我哋擺喺屋企門口，跟你撳一下，呢度就會響嘅。除咗呢度會響咧，你嘅手機安裝咗一個 Apps 同埋綁定喺一齊，你嘅手機都會響嘅。即係你嘅手機下載嘅 Apps 同佢連接喺埋一齊之後咧，你嘅手機上面都可以睇到而家呢個鏡頭嘅情況。而家你係未接聽嘅，即係可以睇到出邊有邊個？出邊係馬年馬仔嚟咗，係咪？跟住如果你打開呢個對講，開咗呢個對講之後咧，就可以同門口呢個人對講啦。大家都可以睇到畫面係非常之清晰嘅，即係門口係邊個啊，都係非常之清晰。而且呢個咧佢仲有夜視嘅，即係夜晚黑出邊黑麻麻嘅，咁照樣都可以睇得清楚嘅。咁呢啲就適合譬如話你人唔喺屋企啦，或者係你住村屋啦，或者係你想平時都瞓喺房間啦，即係任何一個你屋企有裝門鐘嘅，其實都可以裝呢個嘢，非常之實用，非常之方便嘅。裝喺出邊撳一下，你入邊呢個即刻就會響，咁你手機都會收到通知。咁你喺手機上邊咧，你睇到手機上面咧仲有一個到訪記錄。到訪記錄上面可以睇到幾時有人撳咗門鐘啊，撳門鐘呢一下佢都會即刻影一張相落嚟。係呢啲全部都可以睇得翻嘅。再睇翻之前嘅記錄都 OK 嘅。
跟住大家可以睇到啦，仲有紅外補光，即係夜晚黑都可以睇得到。低電量你嘅手機都可以提示㗎。咁佢呢一隻咧，佢係用 Type C 插電嘅，插滿一次電咧係可以用到3個月。咁喺最快冇電嘅時候，佢呢個 Apps 都會提示你嘅。咁你喺呢個 Apps 上面都可以睇到佢實時嘅嗰個剩低幾多電都可以睇到嘅。咁同樣咧，呢一隻你安裝咗呢個 Apps 都唔係淨係你自己可以睇到，你屋企全部都可以睇到嘅。呢一個設備咧，佢係可以分享俾9個手機睇嘅。咁呢個最新款嘅 X9 智能門鐘咧，呢個我哋係賣呢個價位120蚊。跟住來介紹嘅第3樣產品咧，就係呢個非常之勁嘅一個路由器。咁呢個路由器同屋企普通嘅路由器有咩分別咧？呢個路由器咧，佢係可以直接插數據卡使用嘅，即係你喺屋企插張數據卡上去，佢就可以發射一個 WiFi 信號出嚟。呢個就適合譬如話而家有啲人佢喺中山啊、喺惠州啊，佢耐唔耐上嚟住1頭半個月，咁你就可以買呢啲路由器。譬如話你上嚟中山上嚟玩，咁你就插張數據卡上去，咁成屋都可以用到呢個 WiFi 啦。咁都有譬如有啲老人家屋企本身係冇 WiFi 嘅，咁佢本身都係上下網啫，咁你都可以用呢啲路由器，跟住嘅話就插張手機卡就可以俾佢用到 WiFi 啦，都唔使話專登係搞條網絡。都或者係譬如話你屋企本身嘅 WiFi，譬如話喺客廳信號比較好，咁你想喺房間信號就比較差，咁你想攞多個路由器接入去房間用都 OK 嘅，咁呢隻都一樣可以幫到你，一樣非常之實用嘅呢一個。咁呢一個咧，大家可以睇到啦，佢係4G、5G 都係通用嘅，同埋都係一個 WiFi 6嘅一個設備嚟嘅。咁佢係長期插住電都得，咁你唔插住電，咁你譬如話你想帶出街當佢係一個 WiFi 等都 OK 嘅。呢4條天線都可以插埋嘅。咁呢個電池咧，你如果帶出街嘅話，佢持續可以用到12個鐘頭嘅。咁呢幾條天線咧都係可以咁樣直接插落嚟，跟住呢度就可以收埋啦，都唔會特別佔用你嘅地方，都係唔算特別大塊。咁無論你係帶出街或者係喺屋企用呢個路由器咧，佢都係可以支持到同時俾32個人使用嘅，而且佢嘅 WiFi 範圍咧係達到多250米嘅，都係非常之實用，即係你各種各樣需要用到 WiFi 嘅情況底下，都係可以用到佢嘅。咁呢個咁勁嘅一個路由器咧，我哋係賣240蚊。咁跟住落嚟就係最後一樣產品啦。咁因為都係新春第一條視頻，所以我都有再特別申請一個福利俾大家嘅，即係而家買連上咧，我哋有送大耳機。咁呢啲大耳機咧，譬如話你中意睇片啦，中意睇電影咧，咁喺屋企自己一個人包住睇，個聲音係非常之靚，非常之震撼嘅。呢啲大耳機買即刻就有送，或者你都可以揀呢一隻我哋之前買得特別之好嘅一個可以換蛋嘅充電寶。咁呢個咁樣拍上去就係一個充電寶啦。咁平時插單要換一粒新嘅有電嘅電芯入去都 OK， 咁樣就即刻可以換到電。咁呢個位置咧都可以有 Type C 啦，有 Lightning 啦，兩種接口喺呢度直接就可以換到嘅，都係非常之方便。呢度咧仲有一個單可以睇到剩得幾多電。我哋拍低落嚟咧可以睇到。呢粒電芯咧係5000毫安嘅，跟住都係有3C 認證嘅，呢一隻非常之安全，而且都係非常之方便嘅。咁充電寶或者係呢一隻 Max 嘅大耳機有帶埋降噪㗎，兩種咧係可以2選1。呢個咧係新年第一條視頻同大家申請到嘅一個特別優惠，呢啲數量咧都唔多，大家先到先得，買到就有啦。咁跟住落嚟簡單嘅介紹下我面前嘅呢幾部平板，同埋都有一個特別嘅功能要介紹俾大家睇。咁首先簡單嘅介紹下呢幾隻平板，好似我面前呢一隻咧係聯想 Lenovo 11寸嘅一個平板，呢一隻 size 嘅話，佢嘅屏幕係 2.5K 嘅屏幕，非常之流暢，非常之高清嘅，而且咧佢嘅內存係128G 內存。個運行速度啊都係非常之快嘅，呢啲咧我哋都係會下載好嗰啲做文書啊，或者睇片啊、睇劇集啊，或者 download 啲劇集落嚟本地，但你譬如話坐飛機、坐火車冇信號嘅時候都可以睇嘅，呢啲 Apps 全部都會裝好晒俾你。
呢一隻係非常之方便，而且畫面色彩係非常之靚嘅。喺華強北嚟講咧，聯想嘅質素咧係一流嘅。呢一隻11寸咁勁嘅一個平板係賣咩價錢？880蚊。咁跟住落嚟就係呢一隻12.1寸，咁佢嘅畫面咧係比頭先11寸嘅畫面係更加之靚，而且嘅芯片咧都會更加之勁。呢隻用嘅芯片係天璣6400，頭先11寸咧用嘅就係天璣6300嘅。咁呢一隻咧整體嘅運行速度會更加快啲，而且咧佢嘅屏幕個光度啦、畫面色彩啦都係比11寸會更加勁嘅。咁呢一隻咧適合你想揾啲大屏幕啲嘅。咁就可以攞呢一隻啦，12.1寸，而且佢都係一個超薄機身嚟嘅，超級之薄，全華強北最薄嘅一隻平板啦。咁呢一隻咁勁嘅12.1寸聯想咧，我哋就賣呢個價位1280。咁呢一邊呢一隻咧就係13寸嘅聯想啦，呢隻咧佢嘅內存咧都係8+128G嘅，跟住嘅話佢嘅芯片咧係天璣8300。整體嘅畫質咧，係去到 2.7K 嘅高清度嚟嘅。2.7K 嚟講咧，係非常之高清嚟嘅。而且佢呢粒芯片咧係非常之適合打遊戲，即係你中意除咗頭先前面呢幾部啦，你中意打遊戲啊，打啲大型嘅遊戲，咁都係非常之適合嘅。或者係你中意剪片啊，因為而家好多人中意出去旅行嘅時候，中意拍片。咁你如果中意拍片、中意剪片嘅話，呢一隻都係非常之勝任嘅。係，咁呢一隻聯想13寸咧，我哋就係賣1650。咁而家仲要同大家介紹一個特別嘅功能，即係頭先講到遊戲啦。咁我而家可以裝到一個1秒天馬嘅遊戲啦。1秒天馬係咩？1秒天馬入邊咧係有幾千個遊戲，全部 download 好俾你。咁呢幾千個遊戲咧，全部都係冇網絡嘅情況底下，都係可以揾到嘅喎。咁你譬如話你同頭先睇片一樣啦，你喺冇網絡或者冇信號嘅情況底下，你想揾遊戲嘅話，即刻打開，即刻就可以揾到。咁而家示範一下俾大家睇下咩叫1秒天馬。咁樣打開咗之後，即刻就可以揀遊戲啦。呢度我哋總共係有6000幾個遊戲嘅，因為之前一版嘅天馬咧，打開呢個天馬係需要1分鐘左右嘅，咁而家直頭就係1秒天馬，非常之快，非常之流暢。如果中意打機或者中意呢啲懷舊 game 嘅話，都可以加埋呢個1秒天馬俾大家。呢隻11寸加1秒天馬嘅版本咧係賣980蚊，980蚊咧仲有包埋呢一對遊戲手掣嘅，買翻去即刻就可以玩嘅。咁呢隻12.1寸咧就係1380蚊，同樣係有包埋呢對手掣嘅。咁呢一隻13寸咧就係呢個價位1750，就係包埋1秒天馬呢個 Apps 嘅價錢。OK，咁呢集視頻就到呢度啦，感謝大家嘅支持，下集再見啦，拜拜。我哋喺華強北地鐵站出嚟，行到 E 出口，跟住可以見到一個 E2同埋一個 E1。E1 上去嘅話就全部都係要爬樓梯嘅，所以我哋要喺 E2坐自動扶手電梯上嚟，順住扶手電梯直行。跟住轉左，繼續直行，就見到第2個扶手電梯，都係直行，可以見到 E2出口。喺呢度見到 E2出口，我哋右手邊可以見到中國移動，繼續直行就可以見到賽格經濟大廈。好，到咗賽格經濟大廈啦。喺賽格經濟大廈右手邊直行，唔係門口嘅，直行第9間鋪，可以見到上面嘅鋪位有寫住 A07號鋪就到啦。